西元大約30到30年，被釘死後而被埋葬，跟住第3天復活嘅事蹟。耶穌從死裏復活，戰勝咗罪同埋死亡。復活記錄在聖經裏所有4福音書之中：馬太福音、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同埋約翰福音。它應驗咗舊約關於彌賽亞嘅預言。呢啲係基督教信仰嘅核心，象徵住希望、救贖同埋永生。復活節係咩時候嘅呢？復活節最初與猶太人嘅逾越節 Passover 係同日嘅，但教會喺4世紀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決時就冇採用到猶太曆，於是改定為每年春分月圓之後嘅第1個星期日，所以每年嘅復活節係冇固定嘅日期，就好似今年嘅春分圓月係喺4月份12號，而之後嘅第1個星期天就係喺4月20號，所以今年2025年嘅復活節落喺4月20號。咁對於信徒嚟講，點解佢咁重要呢？因為它應驗咗舊約中關於彌賽亞嘅預言，亦都係象徵住信徒嘅希望、更新同埋救贖。佢係基督教信仰嘅基礎，證明咗耶穌嘅神聖同埋戰勝死亡嘅能力。咁對我而言，復活節又有啲咩意義呢？點解有大多數基督徒認為復活節比聖誕節較為重要？係因為如果耶穌基督沒有復活，我哋所信嘅也是枉然。就如使徒保羅寫信俾哥林多教會嘅信上面講，喺哥林多前書15章14至17節，若基督沒有復活，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，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基督若沒有復活，你們的信便是徒然，你們仍在罪裏。另外喺約翰福音3章16至17節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呢一個係一個充滿歡樂同埋反思嘅時刻，提醒我哋神嘅愛、犧牲同埋勝利。如果大家對於復活節同埋基督教嘅信仰有咩問題，請大家留言，我會盡快為你哋解答。喺置頂留言嗰度有幾條 link， 就有3首歌，有中文版嘅，亦有英文版。因他活着，英文版就叫做 Because He Lives， 同埋另外一首係華語歌曲耶穌你已得勝。呢3首歌都非常之好聽嘅，所以請大家記得按入去收聽收睇，
多謝大家，神祝福大家，大家平安。復活節 Easter 係基督宗教嘅重要節日之一，係紀念耶穌基督於西元大約30到30年被釘死後而被埋葬，跟住第3天復活嘅事蹟。耶穌從死裏復活，戰勝咗罪同埋死亡。復活記錄在聖經裏所有4福音書之中：馬太福音、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同埋約翰福音。它應驗咗舊約關於彌賽亞嘅預言。呢啲係基督教信仰嘅核心，象徵住希望、救贖同埋永生。復活節係咩時候嘅呢？復活節最初與猶太人嘅逾越節 Passover 係同日嘅，但教會喺4世紀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決時就冇採用到猶太曆，於是改定為每年春分月圓之後嘅第一個星期日。所以每年嘅復活節係冇固定嘅日期，就好似今年嘅春分圓月係喺4月份12號，而之後嘅第一個星期天就係喺4月20號，所以今年2025年嘅復活節落喺4月20號。咁對於信徒嚟講，點解佢咁重要呢？因為它應驗咗舊約中關於彌賽亞嘅預言，亦都係象徵住信徒嘅希望、更新同埋救贖。佢係基督教信仰嘅基礎，證明咗耶穌嘅神聖同埋戰勝死亡嘅能力。咁對我而言，復活節又有啲咩意義呢？點解有大多數基督徒認為復活節比聖誕節較為重要？係因為如果耶穌基督沒有復活，我哋所信嘅也是枉然。就如使徒保羅寫信俾哥林多教會嘅信上邊講，喺哥林多前書15章14至17節，若基督沒有復活，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，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基督若沒有復活，你們的信便是徒然，你們仍在罪裏。另外喺約翰福音3章16至17節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呢一個係一個充滿歡樂同埋反思嘅時刻，提醒我哋神嘅愛、犧牲同埋勝利。如果大家對於復活節同埋基督教嘅信仰有咩問題，請大家留言，我會盡快為你哋解答。喺置頂留言嗰度有幾條 link， 就有3首歌，有中文版嘅，亦有英文版。因他活着，英文版就叫做 Because He Lives， 同埋另外一首
係華語歌曲《耶穌你已得勝》。呢3首歌都非常之好聽嘅，所以請大家記得按入去收聽收睇。多謝大家，神祝福大家。